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金老师啊。今天这个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沪指涨 0.23%， 深成指跌 0.26%， 创业板指数跌 0.52%， 北证50指数涨 0.98%。 这个成交量成交额突破2万亿，比上个交易日放量700亿，但是全市场是跌多涨少。我们先说说这个指数从这个指数这一段时间走势来看，这个监管部门这个良苦的用心已经是表露无遗确实想营造一种这个叫慢牛的走势，刻意营造尤其马上就要开大会，对吧？这个利用这个资本市场胡适营造一种大家信心正在聚集这么个现象，这么一个景象，确实花了不少力气。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看的前面最低达到了3140点，成交量萎缩到1万亿左右，大家还记得吧？然后从那儿开始反击，就是胡适开始反弹，一直到收复3300点，从3300点到今天一共运行了15个交易日，这15个交易日一共涨了83点，就是进3步退2步这种走势，平均下来每天也就涨几个点，这个难道还不叫慢牛吗？这个确实一到关键的时候，这个神秘的大手你就能看到连续几天都是盘中跳水尾盘又要给它拉起来。今天典型的又是券商立功但是这种营造的慢牛还是不值得参与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对吧？它是根据需要，现在要营造这种气氛，哪一天它不需要了，或者它没这个力量了，那就宣告结束今天明显尾盘呢，这个主力又进行护盘，给人感觉3400点指日可待，一天对吧？就是前进几点。昨天尾盘呢是券商中国银河和中金公司市场也传言说这两家公司要合并，然后尾盘这两家公司暂停一下挽救指数于这个狂澜之中大家还有印象吗？结果收盘之后这两家公司统统辟谣。这个中金公司说未得到任何来自政府部门、监管机构或公司股东有关合并的书面或口头信息。公司关注到有市场传闻称公司将与中国银河证券有限公司进行合并，为避免相关传闻对社会各界和投资者造成误导，现予以澄清说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得到任何来自政府部门、监管机构或公司股东有关上市传闻的书面或口头信息。经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确认，控股股东不曾在筹划上述传闻所称事项或其他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亦无应披露的而未披露的信息。中金公司和银河双双辟谣，但是尾盘这两家公司今天又再一次暂停这个银河证券可以说这两只股票是强势逼空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个传闻绝不是空穴来风，中金公司、中国银河辟谣，但是市场还认为，对吧？这个谣言是真的，继续炒作。你说问题出在哪？这个不管它问题出在哪，这都是在实实在在、切切实实的打监管的脸，对吧？这个证监会三令五申的，前2天还说，对吧？要打击这种小作文、谣言、传言，然后昨天和今天就有这种小作文，完了辟谣也不管用，说明什么？对吧？别的不说，至少说明打了监管部门的脸了。这我一直说这个监管呢，它这口号喊得震天响，你敢管吗？对吧？这个小作文、这种谣言是从哪儿放出来的？级别比你监管部门要高得多，你管得着人家吗？有那个权限吗？敢管吗？只能装作没听见、没看见。所以说这金融消费者，你想在这个市场里面赚钱太难了，这个地方就不是你该来的，人家神仙打架。我一直说那个彭博社那国外的媒体，他哪来的那些消息小作文，完了事后验证都是真的，或者半真半假，这个消息谁给他的？你普通的韭菜你能得到这样消息吗？还有这个2月26号，宇树科技官微发布提醒，宇树所有新股或股东们的老股都由宇树融资负责人通过公司邮箱直接沟通和管理，不存在任何中间人、中间股东或中间公司。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虚假消息，几乎全是假消息，请大家务必小心，避免上当。你看看就宇树科技它不就那个搞了一个机器人吗？上了春网，又是杭州6小龙之一。现在关于它的这种各种谣言，就是诈骗虚假的
信息合作满天飞呀。很多上市公司只要跟宇数科技扯上点关系，那股价就是暴涨。那很多人就制造这样的谣言，说这个上市公司啊，对吧？非要跟宇数科技搭上关系，这个可是在证监会啊三令五申说要打击谣言，打击小作文，打击这个操纵股价，就这么无视啊证监会的这个存在啊。当然了，这个监管部门啊，恐怕也出于这个金融消费者这个为他们能够一心一意炒股啊着想啊，担心他们被那些不良的数据啊误导。这个监管部门继去年啊停了那个什么北上什么南下这个数据不公布了，免得你们看见之后受影响。现在啊又把两融数据不公布了，就是担心很多人看了那个两融数据之后又产生联想啊，该买的时候他卖，该卖的时候他买，所以把这个两融数据啊也停掉了。这个对这个金融消费者啊呵护之心呢，那确实啊，以后啊指数啊也改成1个月公布一次就完了。你天天公布，实时公布，那些金融消费者看着之后总是受误导啊，没有办法做这个叫什么耐心资本，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卖，要么就是买，对吧？追高，导致这个金融消费者损失惨重。所以说把这指数啊1个月公布一次就完了，就1个月公布一次点位，这样大家盲炒啊，你就不容易这个对吧受那个小道消息影响。所以我是建议啊，就是指数啊1个月公布一次，就晚上7点多对吧那个节目公布一下，每个月的1号公布上一个月数字，就跟那个统计局公布一样嘛，没毛病啊。就是统计局、央行对吧，什么财政部，它不都是1个月公布一次吗？非常好啊，哪有天天公布实时公布的？有人就说了，那美西方人家资本市场就是实时公布，那我们不能跟美西方学啊，对吧？如果我们坚持对吧1个月公布一次，时间长了美西方也得跟我们学，所以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啊。你看特朗普现在不就在跟咱们学了吗？开会起立鼓掌，那个掌声是经久不衰啊。从这个银河和中金啊这两个券商这2天的异动啊，实际上就是再一次打脸，就是再一次告诉金融消费者这是谁的地盘，你还想在这儿赚钱，简直就是做梦啊，对吧？你想这个2大券商的盘子1000多亿啊，说涨停就能涨停，分分钟的事。你说这个钱从哪儿来的？这个能是那个小资金什么小游资干的事吗？而且辟谣之后还能再来一个涨停，这个不是游资能干的啊。游资呢3瓜2枣玩一玩那种科技股小盘股还可以，玩这种大盘的这个券商股啊还是不够格啊。最近啊这个小米在港股啊涨得还是不错。今天这个我看有媒体报道啊，说雷军喜提1小时首付体验卡，什么意思呢？这搜狐财经报道啊，这2月26号小米集团涨了6%，最高报价56.8港元，总市值超1.4万亿港元，再次刷新历史记录。从2022年10月股价低点8.3港元期间，小米集团股价累计涨幅超507%。据计算，雷军的总财富估值已近4400亿元人民币，超过了农夫山泉、钟闪闪3700亿人民币和字节跳动张一鸣3300亿人民币，成为中国新首富。这个张一鸣的资产财富估值啊，这个不太好算，因为他没有上市嘛。雷军这个好算，这小米对吧，在港股股价是多少，他持有多少股份，这么一算4400亿。但是啊，这个雷军啊，人家还没算完呢，这不刚算，他这个应该是首富了。很可惜啊，这小米的股价盘中就开始跳水，就跌了6%。然后这个雷军啊，在中国首富宝座上就坐了1个小时就摔下来了啊！不知道雷军本人是什么想法，反正媒体就炒作这个事。说来说去就是小米的股价1涨幅巨大，2最近波动加大。我在前几期说了啊，有一股资金啊，据说啊好像不多，就是1-2千亿，大概2000亿吧，南下港股啊，就专门炒恒生科技股，造成香港的恒生科技股现在是牛市，以此来带动沪市。这个4两拨千斤，这很厉害啊。那他南下对吧，炒恒生科技股，炒什么股票呢？那小米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这个小米里面聚集了啊南下的资金、香港本地的资金、海外资金，就是看好什么中国资产的，全部在里面博弈，各种拼杀。所以现在啊，这个叫分化加剧，所以小米的波动非常大。而小米的走势啊，就决定了恒生科技股的走势。如果说小米现在开始下跌，那恒生科技股的牛市就结束了；如果小米稳住了，还在往上走，那恒生科技股的牛市啊还在路上。所以啊，相关资金在小米里面的搏杀呀是非常惨烈的。某种程度上啊，这个港股这个小米的走势啊，
就预示着啊，或者叫影响着胡适的走势。所以你作为胡适啊这个参与者，关注一下小米，尤其要小心啊那些高盛啊，对吧？大摩啊，他们最近疯狂唱多什么中国资产的，他们很有可能套现走人呢。关于胡适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我们还是聊一聊啊。这个胡锦老师啊，连续这10来天啊，就疯狂的为俄爹洗地，为俄爹啊鼓如呼。俄爹最近啊，用稀土啊跟这个特朗普来这个眉来眼去的勾搭特朗普。由于稀土这个事情涉及到，对吧？这个大国，这就让胡锦老师确实比较难办了，就是考验胡锦老师的时刻到了啊，就是他怎么样既要，对吧，挺俄爹，又不能太让人感觉到他跟这个大国啊好像有点身份，对吧？一边是亲爹，一边是养父，俄爹是亲爹啊，这边是养父，对吧？怎么样让他体现出既支持俄爹又支持养父？但是俄爹和养父在稀土这一块，那还是，对吧，不完全一样啊。所以说这个就考验胡锦老师了。胡锦老师啊写了一篇微博，说稀土近日突然成为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地缘政治关键词。他说美国强迫乌克兰接受矿产协议，普京则在24日表示，俄罗斯稀土储量远超乌克兰，愿与美国合作开发。然后下面是关键啊，胡锦老师说啊，而大国是稀土王国，全产业链一骑绝尘，稀土也是大国反制美国的王牌，这个地位会被撼动吗？我在有一期节目说过了啊，咱们跟美国现在互掐吗？你美国不卖给我这个什么3纳米的芯片啊，这个光刻机不让卖，好，对吧？那我也不卖稀土给你，不是正是两个人互相掐的时候，俄爹这个时候过来了，跟美帝说啊，我这儿也稀土，你说俄爹倒是帮谁的？这不是使绊子吗？这咱这正跟美帝啊掐脖子呢，这美帝还有没有翻白眼咱不知道，俄爹那边跟美帝开始输氧气了，你说这让黄俄尴尬不尴尬？不要紧，你看胡锡进老师怎么说的啊？他说老胡认为啊，特朗普与乌克兰签矿产协议是他要展现自己在美国总统中特立独行，最能维护美国利益的逞能举动啊！然后乌克兰到底有多少稀土还说不清呢。美国地质调查局载入的各国稀土储量中根本就没提乌克兰。现在协议的内容逐渐外透，里面囊括了从石油到天然气以及该国关键矿产和其他资源。稀土并非该协议的重中之重。特朗普现在调门变了，改为强调他为美国讨回来为乌克兰花的钱。你看啊，胡锡进老师前2天还在说啊，乌克兰这个完败，对吧？领土被俄罗斯占了，矿被美国占了，乌克兰留下的是债。今天调门又改了，说乌克兰的矿是假的，没矿。你看看啊，特朗普啊，纯粹就是好面子啊，竹篮打水一场空。你看看，就到了胡锡进嘴里，想怎么说怎么说，对吧？前几天还说乌克兰吃了大亏，矿没了，今天说那矿是假的，那到底胡锡进老师说的哪个是真的呢？下面又说啊，他说俄罗斯啊，按照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稀土储量排在世界第4。他说大国啊是4400万吨，占全球稀土储量40%。他说俄罗斯地虽然大，但美国地质调查局啊给出的评估是1000万吨，这也是目前能看到的最大评估。也就是说，俄爹那儿啊，一共只有1000万吨稀土啊，而且这1000万吨的稀土啊，都在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处于冻土带，开采非常困难。目前俄罗斯每年仅开采2500吨稀土金属金矿。普京24日表示啊，要到2030年使俄稀土产量翻倍，那也不过是5000吨。然后他就说了啊，他说大国的稀土产业链越建越有深度，我们已从最初的矿石出口变成了技术锁定，稀土优势从资源端延伸至全产业链，我们实现了加工垄断。中国稀土冶炼分离产能占全球92%，美国、欧洲企业需要将浓缩稀土运往大国进行下一步处理，我们先进生产工艺已对美国等稀土需求大国形成技术壁垒。他说这哪里是泽连斯基同美国签个协议啊，普京说一句产量5年后翻番就能撼动的优势。就算乌克兰有稀土，怎么开采和加工问题解决不了也没用。美国也有稀土，他们难在了缺少大国的全产业链技术上。特朗普本来要解决乌克兰危机，却说起稀土的事，反映出稀土问题确实是美国的软肋。大国用稀土打准了美国的7寸。特朗普有些着急，要知道从新能源、人工智能到航天科、航空航天，都离不开稀土中的金属元素，也就是稀土的重要性啊。他说啊，普京在关键时刻说稀土，非常可以理解，给美国抛个1、2嘛。
美国最缺什么，俄罗斯就能给你什么。特朗普也挺吃这一套的，这里有普京对他的尊重，也有听上去挺是那么一回事的好处。最后回信老师说啊，实际情况是建设一座稀土矿需要5到10年，搞好配套加工设施需要10年以上。莫说10年之后俄美之间口头互惠能坚持5年就很不错了。要知道特朗普只有4年。回信老师最后的结论是啊，大国的稀土绝对优势是从储量到产量，技术再到全产业链共同构筑的。无论美乌矿产协议还是美俄八字没有一撇的稀土合作，都撼动不了它。你看这个回信老师啊，就稀土啊发表了这个评论呢，透着一股浓浓的啊逢俄必舔，逢美必骂，对吧？这种特色啊，为什么呢？你看啊，美国跟乌克兰签这个稀土矿，到他嘴里就变成一本糊涂账，就是特朗普为了面子，泽连斯基呢就是卖国啊，这就是胡锡进老师啊对美乌的矿产协议他的这个立场。那对普京要跟俄罗斯要跟美国签这个矿产协议呢，胡锡进老师把它解释为可以理解，给美国抛个诱饵嘛，美国最缺什么，俄罗斯就给你什么。你看同样都是卖矿，因为乌克兰这卖矿的就是卖国啊，就是瞎整。那到普京这儿卖矿的就变成啊，那是投其所好。就这个确实胡锡进老师就是让人可笑啊。乌克兰的稀土矿有多少咱不知道，但是乌克兰的开采条件对吧，远远优于这个俄罗斯。就俄罗斯的稀土矿，它在那个西伯利亚或者是远东是冻土层，开采的难度大，这技术条件要求高，成本也高。所以你看啊，同样的是卖矿，那乌克兰卖矿呢就是卖国，俄罗斯卖矿呢就投其所好，是为了套住特朗普。这个申公豹说啊，这个什么人心中的成见就是一座大山。这胡锡进老师对这个泽连斯基的成见呢，那就是一座越不过的大山。你不知道泽连斯基怎么得罪他了？历史上乌克兰人把这个黄俄怎么着了吗？不应该有成见呢？毕竟没招他，没惹他。还有啊，比如说啊，这个俄爹会不会背叛大国？以前啊，胡锡进老师说啊，俄罗斯熬出来了，他后面就自问自答呀，说那网友都怀疑啊，这个俄罗斯会不会跟美国联合一起啊针对大国？然后胡锡进老师斩钉截铁的说啊，这是不可能的，背书了啊。老胡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老胡的理由是啊，我们跟俄爹的友谊啊，现在已经啊经历了30年，经历过各种考验。胡锡进背书啊，但是对俄爹明明对吧，在稀土问题上开始给大国啊就是过河拆桥啊，背后使绊子，对吧？就在这大国跟美国互相掐脖子的时候，这个俄爹啊给这个美帝雪中送炭。对这种行为啊，胡锡进老师怎么解释呢？胡锡进老师解释不要怕，就是俄爹在这儿背叛也没用，你看看，对吧？前面说俄爹不会背叛，这回俄爹背叛了吧？他说背叛没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全产业链，我们的地位都是难以撼动。你看胡锡进老师就这么丝滑，所以你看胡锡进老师啊，他这个底色啊，他这个路数啊，这归根结底还是就是这种吹捧啊，或者叫玩弄民族主义情绪，逢美必反，逢俄必吹，对吧？这种思维啊，不仅幼稚，而且还危险。胡锡进老师看不到啊，这个技术是在进步的，不断革新，对吧？稀土是全球产业链一个重要的一环，但是这个无论是从技术还是从它的重要性，都在变化，不是静止不动的，不是谁的拳头硬谁就吃香，对吧？地缘政治也在错综复杂的变化之中。大国在稀土这一块目前是暂时领先，但并不代表地位无法撼动，对吧？你反过来就说吧，美国在科技领域是暂时领先，但是不是意味着就不能撼动？不一个道理吗？那你大国不还是搞了一个 DeepSeek 出来，也吓得美西方一跳吗？所以说啊，盲目鼓吹大国的这个在稀土这一块的这种优势，然后说啊，俄爹跟美国就是合作也不妨，你说说，这不就是自欺欺人吗？实际上就是这种盲目自大呀。所以胡锡进老师啊，这个对俄爹的吹捧啊，对吧？为俄爹背书，他忘了俄爹这个秉性，对吧？俄爹历史上怎么一路走过来的？俄爹就是靠出卖朋友，靠对周围的掠夺发展到今天的。胡锡进老师对这个认识不清，为俄爹啊洗地，非要把自己牢牢的捆在俄爹这个战车上面，无非就是被俄爹欺负惯了，欺负怕了，这就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普京的这个大脑，对吧？俄罗斯的什么大脑智囊啊？杜金说啊，他说的很有意思啊，他说俄罗斯永远不会抛弃大国。杜金啊，在一个直播连线中啊，说啊，普京总统永远不会抛弃大国，永远不会背叛大国。大国是多极化世界的支柱，没有大国的伟大，大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它的独立自主和真正的地缘政治主权，俄罗斯在面对西方和美国时将是如此的脆弱。你看看啊，外有杜金
在拍胸脯保证，对吧？普京，俄罗斯永远不会抛弃大国，永远不会背叛大国。内有胡锡进这样的头部黄额疯狂的背书啊，说我俄爹不会背叛大国，遥相呼应，企图掩盖淡化历史上俄罗斯对大国的侵害，让人们忘记。但是对吧？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但你打开地图的时候看一看，那个吉林离海岸线只有几公里，但是很遗憾，你就到不了海边。为什么呢？因为那几公里就是俄罗斯的，对吧？你要一看这个，你就发现这叫屈辱啊，这叫欺负人欺负到家了，这就相当于把你屁股给你缝上。但是这些头部黄额可以罔顾这些事实视而不见，在那大谈什么，对吧？跟俄爹之间的战略关系。胡锡进老师忘了俄罗斯人连白纸黑字的协议都可以撕毁，对吧？布达佩斯协议、明斯克协议，对吧？公然悍然这个撕毁但是胡锡进老师信他的口头承诺，相信他的判断，你说这是什么一个心态呢？连俄罗斯人协议都是用来撕毁的，还相信他们什么鬼话？列宁就说过对吧？把占领的大国的领土全部还给大国，有多少人感动多少人流泪还了吗？对吧？俄罗斯人的话要可信的话，那就母猪都会上树拉夫罗夫说他们的领土都是通过友好协商得到的。言下之意就是俄罗斯从对吧某大国得到的领土都是胡锡进的祖先们送的。你说这个胡锡进怎么这么糊涂？领土被人抢了，还背一个黑锅，说是你送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